粵知一二，專注粵語大件事。大家好，我係主持人郭家峰。今日係2017年嘅最後一日，就等我哋以本期節目同大家再次回顧一下2017廣東發生咗啲乜嘢大事。1月22號，廣州地鐵率先開啟雲支付購票功能，創國內先河。自此喺廣州攞住部手機就可以搭地鐵啦。1月27號，當時非知名粵語網絡棟篤笑節目《粵知一二》正式上線。笑，全部同我笑。2月25號，廣州恒大淘寶隊以1-0戰勝江蘇蘇寧隊，衛冕成功，成為超級杯歷史上首支蟬聯冠軍嘅球隊。耶，廣州未贏夠。其他時候天寒地凍唔講啦。3月11號，廣州城市形象宣傳片《花開廣州，盛放世界》霸屏美國時代廣場，彰顯廣州實力。喂，不如我哋夾錢攞粵知一二去美國時代廣場度播啊！哇，又俾你諗到喎。你有錢咩？有300，夠唔夠啊？我幫你問下。唔夠，仲有22個2喎。3月15號，教育部同廣東省政府、廣州市政府、華南理工大學簽署協議，共建華南理工大學廣州國際校區。華工嘅朋友，3月17號，普華永道同中國發展研究基金聯合發布報告，機遇之城2017，廣州連續2年第1名。廣州好嘢！你仲等咩啊？快啲嚟廣州創業啦！來了就是廣州人 ，Welcome！ 同一日，廣州實行樓市新政，單身狗限購1套，講到我哋好似有錢買第2套咁。而外地嘅朋友要連續交5年社保先至可以買樓，但係佢哋即使交多5年都未必買得起樓。唔好意思啊，咁多位，雖然來了就是廣州人，但係要買樓呢都係要交社保先。4月8號，知名粵語網絡棟篤笑節目《粵知一二》發布咗首條《王者榮耀》嘅吐槽視頻，閱讀量首次突破10萬加，成功奠定《王者榮耀》第一非官方托嘅地位。做咩啫？對於我嚟講好大件事噶嘛。4月9號，中山大學發出限外令，非本校師生又或者教職人員不得進入校園。中大嘅朋友仔啊，嚟快影婚紗照，唔係好叻嘅，記得打畢業證啊！4月15號，第121屆春季廣交會正式開幕，共有來自42個國家同埋地區嘅企業參展。廣交會依然係中國目前歷史最長、規模最大、商品種類最全、成交效果最好、信譽最佳嘅綜合性國際貿易盛會，係咪好犀利呢？廣州好嘢！4月24號，廣州市公安局舉行電子往來台灣通行證啟用儀式，以後去台灣玩 D 卡得㗎啦。5月7號，廣州市出現特大暴雨，造成增城區同埋花都區等地嘅嚴重水浸。但係大家眾志成城，捱過難關，梗係啦，我哋廣東人嚟㗎嘛，窮都未驚過，水浸有咩好驚啊？6月28號，廣州地鐵舉辦開通運營20週年生日會，哇！原來不知不覺我哋坐廣州地鐵都坐咗20年㗎啦，但係點解仲係咁逼嘅？同一日，廣州地鐵率先喺1號線設立女性車廂，使用時間為上下班時段。但係因為上下班時段實在太多人，搞到冇辦法好好實施，導致褒貶不一。7月1號，廣東全省公立醫院將取消藥品加成同埋掛號費，以後睇病唔使掛號費啦，但係都係要排隊。7月5號，廣州至汕尾鐵路正式開工建設，以後吊耍嘅朋友返屋企就快好多，只需要1個鐘就 OK 啦。哇，咁啲牛肉丸咪新鮮好多。不過條鐵路要等到2021年先正式開通，等多陣啦。8月1號，我生日，兼且粵知一二微信公眾號後台粉絲突破100萬。不過我為人好低調，所以我唔立亂講啦，係嘛？粵知一二好嘢。基本上今個月最大件事係呢一件㗎啦，除咗廣州一手樓價創歷史新高，平均要17,853蚊一方。9月1號，為咗防治空氣污染，廣州、深圳、佛山、東莞呢4個城市嘅露天燒烤都要被取締。哇，咁又食燒烤咪好唔方便，貴好多添喎。9月21號，廣州火車站首次開行直達潮汕方向嘅動車組列車，車程耗時大概3個半鐘。係，雖然都係有啲耐，但係都好過喺高速度塞10幾個鐘啦，係咪咁話？各位吊耍嘅朋友，若果唔係返到屋企，啲牛肉已經凍晒啦，係嘛？9月25號，廣州地鐵安檢大升級，人要過安檢門，物要過安檢機。由於人流太多，唔少地方未入地鐵站就已經大排長龍，共享單車恐成最大贏家。10月27號，廣州國際燈光節再次盛大開幕，吸引咗超過800萬人次觀展，驚豔世界。講真，去睇燈光節絕對係一個溝女嘅絕佳理由，唔信你下年試試啊啦。11月
唔好意思啊，11月廣東發生咗啲咩大事？等啲網友補充啦，好嘛？12月6號，廣州財富全球論壇盛大舉行，超過388家企業、1000名中外各界代表出席，全世界目光集中喺廣州，千年商都，我哋為你驕傲。12月25號，廣州簽發全國首張微信身份證，更安全、更方便、更智能，冇辦法啦，鬼叫微信總部喺廣州咩？12月28號，廣州地鐵9號線正式開通，總有一日，廣州市民可以通過搭地鐵去到任何一個區，但係可能都仲係咁多人。回過頭嚟，廣東2017真係發生咗唔少嘅事，有好多嘢我哋知道，亦都有好多嘢我哋唔知道。但係我可以肯定嘅係，廣東呢一年默默做咗好多嘅嘢，我哋嘅生活正喺度變得越嚟越好。作為廣東人，我倍感驕傲。咁你呢？你嘅2017又做咗幾多事？睇完我哋今期節目，不如攞張紙、攞支筆寫低佢，當係好好咁同2017講聲再見。